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欢喜，咱伫12月吼，咱要迎接基督的降世吼，咱先来咱练今仔日的诗歌。好，来，咱对吼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来吟第一节到第二节。阮要亲像天使天君吼，天使天君虽然两个是天，抑阁是咱一个是头文音，一个头白音吼，天使天君安尼吼。好，来接续咱来吟圣诗43首吼，43首。即首咱较熟的是第一节嘛吼，咱来对第二节吼，第二节咧讲到一个耶稣的降生吼，咱来吟第二节来咱来。歌词较无熟吼，咱甲第二节的歌词，咱同齐来读一下吼，来预备来。王的王对玛利亚是，早前伊捌点定世，主的主穿人类衣裳，伊有血也有肉体，将本身做活命。相思信徒正大家，咱搁来吟甲第二节吟一届，来做伙来。我
首俄勒大笔的雨的。来，咱先甲歌词来读一届，来第一节哈，第一节到第二节，咱来读一届来。俄勒大笔的雨的，受我由主基督照白所定来感谢，掌管天的万国，以来要解除压制。受患得到讨棒，受患得到讨棒，好来，甲人遮多规天马，这是甲人，毋是互人哦，甲人因为天马较有关联甲人遮多好来，咱即句过来读一下来，甲人遮多规天马，公平利利万邦，好来，咱来入第一节请咱用欢喜的心来敬拜咱的上帝。
搁真侪人踮伫咱中间，充满稳定甲真理。阮有看见伊的荣耀，是天父独伊的囝才有的荣耀。对伊的丰富，咱拢领受恩典，恩上加恩。请咱三甲来吟诗赞美上帝，圣诗121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大权能的上帝，我要感谢你。活命是你所创造的，降落灾祸也是赏赐福气，拢伫伫主你的手中，互阮会当合适伫灾祸中倚靠你。反省阮伫倒位来得罪着你，无好的行当，也是互阮伫你满满的祝福中来感谢主的恩典甲赏赐。无论你顺境也是逆境，拢会当谦卑顺谈你的旨意，互阮所行所做，无互你的名受看轻。今日是大降节第2个主日。当阮点到第2句，代表5万的腊节，我嘛要抱着感恩的心，默想你来世间的意义，因为你的降生，互阮无助的性命带来新生的5万，也为着黑暗的世界带来和平的光。我要继续用5万来听候你，恳求你会当伫阮的心中。点断阮心中的星火，照光阮内面的黑暗，互阮会当传播你的光，帮在你黑暗中受苦的人，真做因的祝福。主啊，阮知影所有地上掌管的，只不过是你暂时的管理者，只有你的话语袂改变，你的应允袂空空，因为天顶地上的权柄拢伫你的手中。搁一个月，台湾嘛要来进行总统甲国会的改选，我要将
总统大选来祈祷，为着所有总统候选人甲因的幕僚人员来祝福，互因会当行公义、好人民、存谦卑的心，甲上帝同行。也求主保守台湾这片土地，互选举的过程会当和平理性，透过阮的双手，选出合你旨意的总统甲立法委员，互你的公义会当显明，互你的国伫地里亲像你天里。我嘛要为着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战争来祈祷，保守战争早一日来结束。主啊！你是以色列的爸，阁是掌管列国的主。愿你公义的正手处理以色列、巴勒斯坦紧张的战争局势，赐下和解、安慰、原谅甲和好，保护两国进入和平，双方无阁有伤亡，百姓得安慰，和平临到两国。最后，我嘛要为着身体欠安、心神软弱的兄弟来祈祷，求主亲自医治因，互因伫痛苦甲患难中，拢会当靠主来得到快乐。特别伫天气变化的时刻，求主看顾长辈的时代，伫主的内面得到平安。我要将明仔载开始一礼拜的生活交托你的手中，求主带领看顾。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恭敬敬摆在你主的面前，愿主你接纳。我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请咱三甲来交读启应文第44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恁的上帝讲。就温柔对耶路撒冷宣布：因的罪责已经很清楚。有些话讲，就伫旷野准备上主的路。大家山谷拢要吞福甜，弯弯的要解福直。上主的阴光一定显现。有你清脆宣布，有声讲，你着宣布。着讲。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人拢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报好消息，互西安的人啊，着上悬山。着大声喊，毋免惊。看，至悬的上主要带大官人来临。看，伊抢转来的人要甲伊做伙来。伊要亲像牧者顾伊的羊群。伊要带遐个互羊仔属灵的羊母，稳稳仔行。请咱三甲来讲授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阁有第8节到14节。上帝伫古早有通过伊的众先知真侪遍，用真侪方式对咱的祖先讲话。毋过，
伫将末的日子，通过伊的囝对咱讲话，上帝有指定伊做万有的继承人，阁有通过伊创造宇宙。伊反射上帝的荣耀，是上帝本质的真相。伊用伊权能的话扶持万有，洗除人的罪了后，坐伫至尊至权上帝的正边。毋过，关系囝伊讲：上帝啊，你的宝座永永远远存在，你的国的权柄是正直的权柄。你意爱公义，万分不法，所以上帝，你的上帝竞选你，用欢喜的油抹你，超过抹你的重判。伊阁讲：主啊，你伫起头甲地下地基，天嘛是你亲手创造，天地拢会消失，毋过你永远存在。天地拢会亲像衣服渐渐旧，你会亲像卷外衫，甲伊卷起来。伊会亲像衣服改变，毋过你永远袂改变。你会享受无穷尽。上帝减捌对倒一个天使讲：你坐我的正边，听候我，互你对敌屈服伫你的骹下。天使拢是你服侍的神，受差派去服侍得要领受拯救的人。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予听伊话的人。这是咱邀请妇女团契来赞美，伊要所吟的诗歌是《陪我走过春夏秋冬》。
咱感谢妇女团体美妙的歌声。这是咱请本堂的黄牧师来讲道，伊要分享的题目是“明白主耶稣的荣耀”。咱请黄牧师。姊妹平安，大家来祈祷。主耶稣基督，你的百姓搁主持伫你面前，做完了是你的恩典，这个恩典是透过你的十字架。主啊，所以阮明白，阮主耶稣基督为了阮死伫十字架顶，带来这个救恩。但是主啊，恳求你搁互阮开阮的目睭，互阮明白上帝你的荣耀。你毋若是生活伫这个世间的主，你嘛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主啊，愿你伫荣耀显明伫宇宙中间，也显明伫阮每一个人的心内。阮感谢你，愿明白上帝你荣耀，将你应该得到荣耀来归乎你。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最近拢有即个去外地旅游，特别出国旅游的经验。我相信若要出去的时阵，都毋是讲时间若够，咱规团带去安尼就好啦。出国以前要去啥物所在，你可能会做一寡即个作业。伫过去，咱可能会买一寡即旅游手册，特别咧介绍迄个国家的情形，我要去迄个所在，遐当地遐个钱运，遐个风景，我到底要看啥物物件。所以咱对即个风景有一个初步的认识。早时去到迄个所在了后呢，你看到了后，我讲我实际经验到。除了这影片一部分，还是这相片一部分，还是文字记载一部分以外，我可以当看较侪物件，看袂到，因为拢是有进前迄报道拢有一寡选择性。但是去到迄个当地，你就对迄个所在有较看。无法度讲全面啦吼，除非你是深度旅游。伫遐有一个较看、较丰富的经验，因为你身临其境，所以你看到的物件可能会比你伫册遮看到的物件更较多。所以对一寡你无记载你临时发的物件，充满了惊奇，安尼。当然，旅游回来了后，你可能阁有一寡兴趣，安尼有一寡经验了后呢，佮倒转来你的册，佮看卖啊，原来这个册所记载，就是遐个代志。因为你有经验过，实际上看过，所以呢，这个册写记载甲图片变做足具体迄个感觉，安尼。毋若是甲一种记载安尼足遥远的，有一个具体物件，你著看到迄个图像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我捌伫遐安尼。然后这印象就真深，进入到迄个册的内面，然后你对这个课本这个导游手册有一个全新的认捌，全新的一个解说，然后伫遐可能感觉讲还佫有足侪我有看到，无记载伫内面的，较全面性。如果咱咧读旧约圣经的时阵，毋知你怎样来看旧约圣经？过去的时阵，你看可能圣经每一个人伊的图像拢无啥共款。对于圣经内面所记载的物件，拢感觉安尼真表面，还是某一个部分。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伊可能真强调这个摩西律法，所以看来看去拢差不多摩西律法。要咱遵守这个物件，要遵守这个物件。有看到可能是上帝怎样来拯救以色列人。对过去安怎样引出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伫旷野，然后进到迦南地，伊强调可能是即个历史的物件。然后伊看到这个旧约的圣经，特别是先知书，伊看到先知书的时阵，有可能看到讲这先知所记载，可能当然经过。当时这个先知来经过的时阵，伊可能无啥感觉。伊来讲，你遮着犯罪，你遮离开上帝做毋好，你也欺压别人，对上帝无听，对人嘛无听，你犯着真多罪，然后佫拜偶像，所以上帝要来惩罚，听到了就感觉足无欢喜的，迄种指责，迄个错误足艰苦的，
足无欢喜，所以过去对先知其实无啥好。然后呢，后来因蒙过了后，伊佫看先知书，这先知书看的时阵，伊嘛是一部分咧明白。然后因就即种的期待讲，像先知呢有一天要将阮对四线达高的所在带倒转来，阮要佫恢复阮的国家。所以一切个人当伊咧看的时，有可能佫是讲现在阮的国家已经恢复，佫建立重新建立阮的以色列国。上帝的国有应允。但是如果咱若是读希伯来书的时阵，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这个所在记载，其实上帝透过真侪方式来启示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所以呢，上帝伫古早有通过伊的众先知，伊的众先知包含对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书这个所在，拢是包含伫众先知的中间，佮用话语来记载、来描写因所要预言的这个人，有可能透过先知所做的代志来描写有一天有一个弥赛亚要到伊的中间，有可能记载这宇宙万物上帝的创造，讲到有一位创造的主，但是这个创造的主是透过某一个人创造这个万事物，所以希伯来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所在的记载讲，伫古早上帝通过伊的众先知，真侪遍，就是足侪只先知书，对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的书，就是讲一遍搁一遍，一遍搁一遍，然后用真侪方式对咱的祖先讲话，讲什么话？第2节，伫末后的日子，继续通过伊的囝对咱来讲话，表示通过伊的囝，就是主耶稣基督，伊所讲的话会超越过去这个众先知所讲的话的综合。咱是讲最后这个启示，最后这个所讲的话，就是上界有力、上界真实、上界完整的一个对话，那是终末的日子所要到，是最后日子中间，伊所讲的话包含一切。伫这个所在，众先知拢要讲一个话，要有过一个代志，有过什么话呢？有过弥赛亚要来临。到底有一天，弥赛亚来临了后，伊就互所有先知所有过这个话变做一个真实。其实我头先所讲的，有时咱嘛去到这个所在，另捌一个所在，咱可能透过图片，咱可能透过文字，还是透过别人去遐有经验所讲过，咱小可普普知，大概小可知。但是这个印象嘛无甲遐深，因为拢是听来即抽象的物件。但是到有一天你真正经验着，看到遐实体的时候，你才知影讲这真实就是安尼，遮尔好。所以伫这个所在。上帝伫古早时透过众先知用真侪方式，一遍搁一遍，有过一个代志，弥赛亚要来。到伫所有过的日子到的时阵，弥赛亚来临，互先知所讲的话，拢变做真实。过去先知所讲，这个人所描写拢是一部分，就像咱听别人咧讲起某一个代志，我形容这个人，我形容这个代志，拢是片面。我所以对伊所了解的一部分，可能描写讲伊的长相，描写着讲伊的心愿，描写着伊的讲话，描写着对伊的一寡偏见印象。但是只有等到你实际上拄着这个人，看到这个人了，你才知影讲我看到伊，原来就是安尼，原来就是先做安尼，原来伊就是安尼表达。这个人的特质就是安尼，所以众先知伫咧讲到有过一个代志的时阵，当时因家己本身无啥了解，因为介抽象。但是先知拢是讲到这个弥赛亚伊的一部分的特质，所以阿摩斯
伊安尼强调公义。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来是一个公义的主，所以呢，圣经就讲到，主耶稣基督就是公义。何西阿强调上帝的疼，将来这个弥赛亚要来时阵，伊会表明上帝对咱无放弃的疼。然后主耶稣基督来时阵，伊就是表明上帝的疼会显明。以赛亚讲到上帝是圣洁。所以将来这个弥赛亚来时，伊是圣洁的主，然后主耶稣基督来，伊就是圣洁。以赛亚讲到将来这个弥赛亚来时，伊要诚做奴仆来服侍人啊，大家拢无啥了解。哇，弥赛亚哪会当变做一个奴仆来服侍人呢？然后主耶稣基督来，伊讲我来毋是要互人服侍，是要服侍众人。然后你彼此爱服侍。弥赛亚讲到这个。受苦的奴仆，有一感觉为着正人来死，啊，哪有可能这种代志？因无都去明白一个非常尊严、有宽恕的弥赛亚，哪为着人来死呢？啊，主要所基督来，显明伊就为着咱死伫十字架。撒迦利亚书讲到有一天，这个弥赛亚来，伊要做王，然后主要所基督来。死伫十字架顶，然后上帝将伊升官，但伊要成做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有一天，伊要骑驴啊，进到耶路撒冷来中间，显明伊是王。所有这先知因所描写这个弥赛亚一部分，伫咱主要所基督身上拢显明出来。所以第14个所在讲到，古早时。通过正先知真济遍用真济方式对咱先知讲话，有过一个弥赛亚要来的时阵，这是指向未来要发生的一个弥赛亚。然后等主要所基督来的时阵，咱看到伊、经验到伊、咱相信到伊、临捌伊的时，才发觉啊，这位主要所基督原来就是咱所临捌，原来伊所记载的先知书旧约中间的这个话。过去是真抽象，但是伫真具体，伫主要所基督身上显明出来。所以咱若是看迄个马太福音的时阵，马太福音伊见面就讲到主要所基督出世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主要所基督前线去到。埃及的时阵，应验先知所讲的，主要所基督讲这话、做这代志，应验旧约先知所讲的。所有先知所有过的，拢应验伫主要所基督具体显明伫主要所基督的身上。第1节到第3节。要来讲起这位主要所基督，为什么值得咱来尊敬伊、学乐伊？第一，主要所基督伊荣耀显明伫伊所创造的万人有，所以第27个所在讲到，上帝有指定伊。做万有的继承人，然后阁有通过伊创造宇宙。整个宇宙咱无法度去想象伊到底偌大。宇宙讲135亿光年，你无法度去想象代志。有时我咧感觉讲要计算宇宙偌大，这是足无聊的代志。除了你去了解宇宙偌大以外，去探讨以外。然后做一个理论，咱这135光年哦，你无法度去计算迄个距离，因超过你当想象的大。然后伊讲宇宙，这个宇宙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宇宙，你无法度去明白完全去了解整个宇宙的真相。但是圣经内面讲到，上帝创造万人有，创造天甲地。你无法度去了解，你就无法度去了解到底上帝外人都无限。
你也无法度去了解上帝透过这位弥赛亚主耶稣基督所创造的万物有偌大的伟大。所以创造者的显明，伊是非常荣耀的。第一则是讲到，伊就是宇宙的创造者以及继承者。有时咱对这个宇宙生命根本的了解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宇宙遐尼大，为什么会安尼？宇宙作做去探讨了后，愈侪咱无法度去想象，无法度去理解，充满了惊奇。然后宇宙遐尼伟大，但是宇宙伫迄个所在运作，所以有人就讲这是惊人的概率，安尼，惊人的概率。有时咱就感觉讲吼，咱就偶然存在啦吼，安尼，都没有目标就偶然吼存在吼。那生命本身吼是偶然存在吼，经过创造论进化论，咱就慢慢变安尼。就咱亲像啥呢？咱像一个手表吼，你像这个手表零件拆咧吼，一堆伫遐，你就伫个盒内面切一遍，就变做手表啊，对不对？伊讲不要紧，我加切几遍啊！你切到啥物几亿遍吼，几万遍了，你一直变做手表啊！你还是不相信啊？它会变成手表？无论切几遍嘛，是个凌乱的物件啊！但是你我都去想象讲，整个宇宙世界这么多物件，这么清新，然后那是偶然存在，无一个计划中间就切，变成安尼去安尼，切了变做心脏。变做这个血管，变做这个神经，切变做安尼去。咱无得相信这，但是咱去相信进化论，生命是偶然存在，宇宙是一个大爆炸偶然存在，没有什么计划的，就是变成这样，就这样啊，好安尼。为什么这样？没有啊，就是这样啊，所以你法度理解这个物件。但是这嘛是一种理论啊，伊也毋知咧，将来做些理解了后，完全颠覆。改变咱对遐的了解吼，即嘛哈勃望远镜，即嘛佫变做韦伯望远镜，佫看愈远。所以天文学有一种的理论叫做生命宇宙论。伊讲宇宙根本毋是偶然的存在，是经过真精细的计划、真精细的微调。所以，若有任何一个偏差，就出真大问题。这就是讲概率无可能形成咱整个地球的生命。不管你经过几十年、几亿年，这种概率这种平衡状态，根本都毋是这种概率算得出来物件。地球甲太阳的距离。多好，咱会当生存。9大行星，较远一丝，较远、较近一丝，拢无法度。地球多好，地球的轴心角度多好，23度半安尼。较偏一挂，春夏秋冬都无法度。地球中间空气、大气多适合咱会当生存。空气的变化，可能咱无都活落去。氧气啦，什么氮气啦，什么二氧化碳，比例性较变化，就地球就去啊。咱生命就无都存在。咱内面体内的整个生命结构是非常精密的一个物件，心脏多会跳几下的安尼，然后这神经的组织，咱的姊妹小可代谢不同，小可。变化者，咱的生命就无度个健康生活。所以这是经过一个创造，而且受大有宽容、有智慧的创造者所创造的。所以罗马书第1章迄个所在讲到，上帝创造天甲地以来，上帝永远的能力甲伊的神性，看这个所创造的物件，是咱会当明显知影。虽然有这些物件，咱无都明显去了解、看会到，但是透过虽然咱无都看到上帝，但是透过受造的物、观察到的物件，咱会当晓悟
这个物件一定有一个创造的上帝，有一个创造的主，创造这一切。但是人将创造的主，转变成受造的安尼。所以咱去敬拜受造的物，去敬拜这受造的物。创造手表的人一定足厉害安尼，够的。但是咱去敬拜手表啊，你够好，安尼运作得真好势，我行1分1秒，行真，你手表够你伟大，日头啊，感觉伟大啊，日光感觉伟大，伊当做这功能有够伟大，这动物这精神，这大自然有够伟大，山真悬，海真深，安尼，拢总神，上帝创造这物件，确实真正伟大。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上帝神性显明之下，咱就要去敬拜迄位创造的上帝，毋是敬拜受造的物。咱本身嘛是上帝所创造啊，对不对？咱非常软弱，非常卑微，70年、80年，但是咱常常将家己变做是神，然后要来掌管一切，要来管辖一切。我只靠我自己，无你就身躯歹，你毋知影，你到底偌软弱。所以伫这个所在，希伯来书第1章就讲到，上帝是创造万人有，伊是创造的上帝。第2，伊创造了后，圣经佫继续讲，伊用伊权能的话扶持万人有。伊毋但创造，然后到伫现在，伊用伊的话托住，维持万行有的运作。咱感觉讲这是自然律，但是为什么自然律？自然是咱所有看到一种表象，但是什么种困难维持这个自然律的进行？那你这边伫个所在讲到，宇宙万物，整个宇宙会当稳定的运作，那是因为上帝用伊权能的话维持的运作。使徒行传17章迄个所在讲，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现在今仔日，伫宇宙中间，毋那是宇宙整个运作，拄拄安尼说，拄拄安尼运行，伊嘛是赐予咱性命、咱的气息，供应咱一切的需要的上帝，维持咱的活命。伊离开咱无偌远。咱的生活、咱的行动、咱的存在，拢是在伫伊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现在维持宇宙运作，然后伊嘛维持咱现在生活这个空间、咱的环境，并而且咱家己性命的运作。所以有一天，上帝将咱性命气息抽走，咱就无法活落去。现在咱有气息运作，因为咱也有上帝维持咱运作。真大到整个宇宙万物，微小到咱个人，甚至微小到伫这虫炭精细，拢是靠伊来供应、来维持的运作。所以圣经内面讲到，赤鸟啊飞落来的时阵，上帝嘛拢知影。咱的头毛。上帝嘛一支一支算过，头毛落落来，伊嘛知，伊管理到非常微细的事，有真侪咱看袂到，咱当作是非常自然微细的代志，上帝拢照顾。上帝维持万有整个宇宙的运作，嘛维持咱现在性命运作。过来，伊是上帝。反射上帝的荣耀，有时咱有感觉讲日头甲咱有关系，因为日光，因为有带来温暖，然后日头对咱非常重要，因为日光照来性命才会当维持。同款，咱的主耶稣基督
是上帝所反射的荣耀。所以咱若是要认识上帝的时阵，主耶稣基督讲啊，无人讲问讲，我毋捌看过爸上帝。上帝，主耶稣你将爸上帝的荣耀，反看卖啊！啊，主耶稣基督讲，看到我就是看到上帝的荣耀。伫我身上就是显明上帝的荣耀，甚至当伊死伫十字架顶时，嘛是上帝的荣耀显明，因为上帝的荣耀是疼，本身是荣耀之一。约翰福音第1章所读的，道成肉身，住伫咱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然后搁一句，咱看到伊的阳光，伊的阳光就是反射上帝、被上帝的阳光。看到伊的时候就知影。第三，伊是上帝本质的真相。啊，这个本质的真相，那亲像啥呢？那亲像某一个形象刻伫一个蜡像内面。啊，过去有这个手指，啊，遐有一个蜡像，然后有刻这个人或者君王的像，刻伫迄个所在放落去。看到这个就是表明这个。这个君王伫个所在的像，看到伊就迄个权威。咱伫草派中间嘛，小可有看到吼。这个囡仔若是足像老爸，我看到就知你是啥物人老爸。啊，我看到你就知恁老爸啥物人。为什么？因为伫个身上反射老爸的真实，当然毋是等于，但是呢，伫个身上。安怎看就知影讲，吼，这是鼻仔就是鼻仔，啊，喙就是喙，逐项都像因老爸，讲话嘛是像因老爸，伊动作拢像因老爸，安尼。有时我若敲电话去某一个人的所在时，伊一个听，我就知影讲，啊，这啥物人祖囝，啊，伊敲伊个声足甲因妈妈足共款的，安尼。听了知影讲，啊，这送个囝，听了知影讲，这是因老爸，甲因老爸声有当分袂清楚，安尼。甲伊讲句半步讲，我是因囝啦，我，就较早讲的，讲句半步。反射伊的荣耀，伊是上帝本质的真相，甲上帝有同款的神性。然后，这个弥赛亚就是上帝自我的显现，道成肉身来到这个所在，上帝亲自成做人的样式来到这个所在，咱看到伊就是上帝本身的显明。搁说。伊洗除人的罪以后，这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因为这个所在讲到上帝伊无比荣耀，创造万人有，这样伟大的上帝，然后伊成做非常卑微的人，甚至死伫十字架底顶，咱无法度去想象这个代志。到现在，以色列人伊无法度来想到，主要所基督就是上帝的弥赛亚，因为伫咧观念内面，这个弥赛亚是非常尊荣、荣耀、有权能，哪有可能死伫十字架顶呢？一个人伟大，毋是因为伊高高在上，哇，这个人够高的，但是高足遥远的，天高皇帝远，高无啥物关系。啊，这个足有钱的，啊，名声足好的，啊，呢真有这职务真悬，高无啥物关系。我是平民老百姓。甚至我是非常卑微的人，我的生活三顿过了非常艰苦，啊，所以对我来讲，三顿是最重要的代志。所以你荣耀跟我无关系，但是真正一个人荣耀的时阵，啊，佮显明伫一个所在，毋但是显明伊家己高高在上迄个尊荣的地位，啊，佮有真卑微，甲咱三顿做伙，所以咱拢非常钦佩讲，哦，这人总无价值，安尼，足和蔼可亲。啊，这个人真有身份地位，啊，逐个人人好，所以我足大钦佩安尼。有时咱来钦佩是因为伊愿意真卑微，甲咱三同做伙安尼。德瑞莎修女，伊伫加尔各答去服侍迄个上界卑微贱民。伫遐时阵，真正倒伫遐无人要插，破病伫遐等死无人要插，非常夭饿的人，啊，穿破烂的人。无人要来插，德瑞莎修女就是服侍这个人。但是今仔日咱整个咧讲起到天主教，还是讲到人伫服侍的时阵，常常讲到德瑞莎，
超过教皇，因为甲咱实际上有真密切的关系。德瑞莎兄弟伫贫民区迄个所在，劳碌的一个作为，伫世间人的心中，无比迄个教皇较轻。如果我若常常咧讲，就有知影引用德瑞莎伊所讲的话，伊所惹的代志，我都毋捌讲过教皇啊，毋捌将教皇伊所讲的放伫遮咧讲道，但是常常咧讲起德瑞莎。讲过即个所在，讲到一项，上帝荣耀显明伫咱宇宙中间，但是上帝荣耀也显明伫十字架。所以咱今日当来称呼伊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因为咱伫伊所完成十字架救恩中间，甲伊产生一种关联，得到伊真大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透过十字架来完成，然后所以咱爱尊重伊，万王的王。伊对上界权荣耀宝座、上界尊荣的天灵迄个所在，谦卑来到这个世间，罪恶的世界，然后成做世间人所有人的奴仆、服侍众人，服侍无够，佮叫伊学生，佮去服侍这整个世界，传扬福音。所以，伊对上界权的真尊荣的地位，宝座顶降落到全人。罪恶世界中间，真做人的奴仆，那我都想象，那我都即个在情形发生。圣经内面讲，连天使都感觉对这上帝这种作为，感觉非常惊吓、惊奇。到这种代志发生，这个尊荣的人，有一天来到上界卑微的所在，咱所看到，可能教皇拢徛伫迄个梵蒂冈迄个所在，哇，举手安尼众人咯，安尼众人打称呼啊，梵蒂冈啊，教皇万岁。如果有一天，教皇若行去到加尔各答，上界垃圾、上界艰苦的人中间，伫遐服侍，下躺起来，啊手用笔咧，啊然后伫遐服侍，哦，我想这是世间人所无法想象的，无法想象。但是主要所基督在此件代志，当然比教皇更较尊严，万王的王，来到这个世上，死伫十字架顶。这个所在讲到，伊洗除人的罪，连天使都非常无法度想象，所以圣经内面讲到，连天使就要来观看这个代志是安怎样发生，超过人所想象，超过天使都有这样想象，显明上帝伊的荣耀甲伊的卑微所显出的，一天到甲安尼，所以。继续，伊伫天灵迄个所在，显明伊的尊荣，恢复伊的尊荣，伫遐为着咱世界人来代求。上帝是创造者，透过主耶稣基督，伊是万行有的维持者。现在包括天灵整个宇宙，包括咱这个人上界微细一记的头毛。咱的活命气息，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来帮助。伊是上帝伫咱中间，真做人的样式，显明伫咱中间。伊是救赎的上帝，透过十字架的救赎，互咱免得沉沦。现在，咱伫天灵迄个所在，嘛有记载咱的名伫遐，因为伊是天灵大祭司。替咱伫上帝面前来恳求，啊有份伫伊的救恩的工作。啊，姊妹，短短3节讲到上帝伊无限的荣耀，啊讲到咱主要，然后真做人的样式，然后继续讲到真做人的样式的上帝伫咱中间所完成上界卑微救恩的工作，无论是宇宙的创造。无论是完成救恩的工作，伫十字架顶，都是显明主耶稣基督无限的荣耀，呼召咱每一个人来到伊的面前。伊是宇宙的中心，嘛是咱生命的中心，管理咱每一个人。所以来到伊面前，尊伊最大，将伊应该得到荣耀，予伊。
伊原本就是掌管一切人，咱愿意拍开咱的心，互主耶稣基督进到咱的生命中间，成做咱生命的中心。咱三甲来祈祷，主耶稣基督，拍开我的目睭，互阮看见你的荣耀。有时阮受外在环境或者影响，无明，世间的代志常常阻挡阮追求世间的事。阮举其他的代志做偶像，有时阮看无家己的软弱，毋知阮家己的生命气息，拢是上帝你所维持的。所以，阮感觉，阮要常常追求用家己做中心，追求家己的生活，毋知影讲，阮其实拢是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权能扶持帮助。主，所以阮若念啊你的荣耀，我就来荣耀你的名，来尊荣你。看见你伫阮的身上所完成救恩的荣耀，我嘛将家己降服伫你的面前讲：上帝啊，拢是我靠你，为着你，伫阮的人生中间，嘛是要来荣耀你的名，因为你就是全能荣耀的上帝。主，你听阮的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咱三甲来一面回应的诗，信诗43首。世间众人拢着恬静，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请坐，请咱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书献的同工。
来唱奉献的诗。请咱同心额头来祈祷。彼上帝，阮感谢你，你是宇宙万物的主，你创造天地，你创造遮的美好，互阮人类来管理。你原本是荣耀君王，却愿意降世，成做阮人类甲阮同在。所以，阮要用奉献来回应阮对你对阮的疼。愿做你圣工的路用。愿咱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兄弟，请坐。这是要来报告。要报告进前，咱先邀请竹心之家理事长庄淑珍姐妹来为我们做事工的分享。喂，兄弟姊妹平安。因为我台语比较没有那么认得，所以就容我用国语跟大家分享。那我先用约翰福音10章16节这个经文。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把他们带来，他们会听我的声音，并且合成一群，同归一个牧人。那所以我就定了一个领羊归主、翻转生命的一个主题这样子。那竹心已经成立15年了。那我们的关怀跟服务呢，有包含就是我们有高龄的关怀，我们会有一些延缓老化跟健康促进的一些课程跟活动，会带领我们的长辈。那我们也有国中小的一个学生的课后辅导照顾这样子。那我们在寒暑期的时候也会举办营队，以及周末会有品格营的活动。那我们在家庭关怀的部分，我们也会举办亲子的讲座。那我们今年度也承接了一个新竹县政府的一个0到6岁育儿指导一个服务，可以更深入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关怀。那我们服务对象就是从小孩到成人，然后到全人身心灵的一个整合跟关怀。那我们竹心2008年就成立了，其实我们一点一滴都有将教会的一些福音跟一些讯息就是带进去，但是我们也发现我们服务的个案就是社区的这些人，他们大多都是因为贫穷或是福利依赖或是不方便等等的因素，他们就不愿意再更深入，或是愿意就是接受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讯息这样，所以我们就发现仅有慈善是不够的。然后心灵的贫穷跟内在力量是需要靠着上帝来的信仰跟能量来滋养，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度就决定就是就近的牧养，所以我们就从3月开始，每周会有2次有举办我们的主日崇拜，在我们的竹心之家。所以我们借由基督的信仰，我们希望可以在我们服务的这些社区的居民心中可以种下一个福音的种子，来恢复神创造的柔美。那也希望就是这样的一个介入，可以让他们建立一个好的价值观，然后也学习为自己负责，成为生命的一个好管家。
那我们在每一次的就是主日崇拜之前，我们也是邀请我们的主日同工跟志东，跟我们一起共同参与，包括事前的一个灵修，然后以及就是主日崇拜之前的一个心灵的准备。那我们也带领我们的小朋友跟长辈一起翻阅圣经，然后来朗读就是圣经跟神的话语，然后以及背诵金句这样。那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的，就是我们有将基督的信仰带入，我们也发现我们的小朋友可以练习的，就是尝试用自己的话语，然后加上范本写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祷告文，然后也可以看到小朋友可以将十字架跟耶稣的爱画在他们的图画之中。那我们小朋友在他们每一次的那个吃饭之前，那么他们也一定都会讲到感谢天父这样的一个词。那我们在上周日有举办一个就是岁末的感恩音乐会，那我们的长辈是第一个表演的。那在开场之前，我们也邀请就是有牧师来为我们做一个开场的一个祝福祈福这样子。那也可以看到我们的长辈就是在台上准备的时候，他们也是跟着牧师一起就是双手合十，一起敬虔的就是祈祷这样子。那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从3月到12月3号每月2次的一个主日崇拜的一个人次跟人数的统计。那在福音触及的人次总人次有达到518，那平均出席人数总人数也有达到36左右。那我们在今年预计的支出包含就是讲师、餐费、奖励、教材、交通等等，其实支出预估大约就是有接近40万左右。那在明年度，我们预计从每月3次就是增加到变成每月3次的一个主日崇拜。那预估的经费算下来，也预估大概会有就是70多万左右。那目前预估募得就是一个培育的专款部分扣除之后，就是缺口还是将近有60多万左右的一个缺口这样。那就是邀请就是大家可以成为主心一个同工或是代祷者，如果想了解就是主心更多及时的消息或是讯息的话，可以就是可以扫我们FB 的粉丝团来追踪一下。那也邀请大家就是平日、周间或是假日可以来担任我们的志工，无论是长照的或是儿少或是假日的都欢迎。那也邀请大家就是可以加入我们赖的一个代祷群组，来为竹心就是社区宣教福音的事工一起来代祷这样子。那我们有一个简短的影片。今年度就是主日崇拜的一些活动记录这样。
在就是每个人座位前面应该都会有一个竹心之家的一个信封奉献袋，那就是欢迎大家可以自由奉献，然后一起加入这样一个福音的事工。那我们今天也有带一些，就是我们今年制作的一个明年的2024年的一个桌历，那我们有摆在就是1楼就是入口前的一个桌上，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自由领取，然后自由奉献。那送礼自用2相宜，就是分享给大家，谢谢。因为因为咱过去甲竹心之家拢有真密切的关联，知影苏生，苏生是咱的会友哦，吼，义林甲义德拢是咱的会友，不过因过去差不多10年的时间吼，拢伫这竹心之家这个所在做了非常的工作，做了非常的好，嘛得到这政府真主的支持。不过咱所有这个公益的团体，是社区的工作，其实对咱的角度立场来讲。都希望会当透过这个物件，毋若是拿做一个慈善公益，希望这会当也会当明白上帝的疼，安尼所以因做一项好的工作，已经将这个公益这个社区的工作延伸到信用这个内面。当然袂当讲我都真公开做这个代志所以竹心是竹心这一边的施工。但是呢，透过这个另外会当成立一个主日礼拜安尼所以因即摆已经开始有这个主日礼拜所以这个囡仔是这个家长是这个志工伊拢会来参加所以咱特别来要支持，就是支持这部分就是讲伫主日中间的这个设立一个教会的中间咱来帮助伊安尼所以这是非常受肯定的。咱真侪时阵伫教会内面做真侪遮个安亲班就是做遮个真个活动，嘛是希望拢会当安尼，互囡仔会当入要到咱的教会内面然后主心之家有将这个事工延伸到整个这信用内面安尼所以大家咱支持所以以后中间若是有一寡奉献，咱原有这个负担，咱会当奉献。以后中间有一寡奉献地，咱会当来使用。现在我们请文静长老来为我们介绍新朋友，还有报告教会的事工。现在大家平安。大港第2主日，咱是期待咱主耶稣来临重要的日。咱今日真欢迎竹心之家理事长淑珍姐妹来到咱的中间，甲伊的查某囝，拄则报告是伊的查某囝玉玲吼。咱来拍扑来感谢淑珍姐妹吼。其实，伊讲伊较喜爱人啊，称作传道。伊伫对一个宗派受设立做传道，我是也无清楚，因为我会早起有来问伊，还搁咧无闲课，也无法度头回。总是呢，伊有伫台神伫迄个进修，要来成做传道师，吼。希望伊即个课程会当真顺利。迄个旧年伊有来到咱的中间来办理感恩的音乐会。今年我事先在筹备圣诞节期的时阵，我咧请教伊讲，因真侪乐器吼，安尼咧搬动，因为动工的关系无遐尔方便，所以伊个甲我讲，这确实有影有困难。我嘛是迄个真正认同啦，因为咱来看伊内底真侪老人，迄个长照戏剧店遐个时代人。因咧拍鼓的时阵，干那遐鼓要搬来到遮，真诶是爱搁劳动车，爱搁劳动重钉安尼吼。总是伊今年共款伫迄个万善祠吼，咱知影竹心之家的经费无足充足伫迄个万善祠遐，在经费的迄个需要顶悬，应该是会减轻真侪所以伊个利用迄个场所。来伫遐有做福音的主日，咱正照执事伊嘛捌去安尼来甲遐小朋友们甲伊遐社区的居民遐要做迄个咱圣经的分享讲道希望这个事会当愈来愈有进展会当开始会当接受
一个兄弟来成做耶稣的信徒。咱圣诞节期嘛，渐渐进入到咱青年啦吼。青年伫16这一天下晡有一个青年崇拜，就极致圣诞哦。啊，伫17主日，咱的儿童有一个 special message， 这拢需要咱兄弟会当将你厝内的人、青年也是囡仔，拢会使来招来。拢会使来招来。啊，咱伫12月23，恩典永流，建敦长老伫筹备这个时阵，伊是期待咱会当一家一菜，将咱拿手菜，就是咱的手路菜。啊，这张今仔日阁有伫咱的周报内面，我望你会当填好，赶紧交互干事，会当来做整合。来去看欠什么，会当伫咱后一个23迄个一暗的时阵，会当补不足的所在，安尼吼。啊，希望即个咱大家会当紧吼。啊，24，咱咧讲是圣诞赞美礼拜，伫礼拜煞，咱教会游园有一个圣诞赞美之后的一个迄个哀宴啊，希望咱做兄弟。我今仔日看 YouTube 顶悬，也有7个人也未转来咱的教会。伫过去差不多拢12个、13个安尼，啊，今仔日看是7个安尼吼。希望恁有缘会当转来到教会。吼，我昨去看一部电影叫《B.I.G》吼，这部电影毋是外国电影，是咱台湾的电影，是咧讲有一儿童罹癌的这个。家庭在面对生死关头那种压力的一种心理的一种反应啊，这个书我去看了，他突然间去提醒我，咱这个社会有真侪这款受到艰苦环境的拉扯的人，有一群这款的朋友，兄弟姊妹，你敢好会当？伫迄个中间来看见，咱即个社会需要咱兄弟伫感动的中间来关心，无论是主心之家，或者是儿童罹癌的家庭，足济，总是期待你伫某一个部分，你若看到，你会使甲你的疼会当分享互因，互即个社会迄个扶持的力量，会当伫每一个角落。会当来减轻咱社会问题，啊，希望互咱的社会会当愈来愈好，愈来愈伫听的中间有迄个喜乐。希望咱同齐将这放伫咱的心内，成做咱每一日生活一个真好的准则。多谢大家。接下来我来报告，就是我们1楼有那个月历，就是麻烦就是会有如果有需要的话，那以户1份为原则，这样，然后在1楼登记拿取这样子。那第2点就是12月13号妇女团契要到12寮天使教会来做1日游，我们为他们祷告。再来就是长者健康的促进会，我们已经在12月8号有举办第1次，那下一次的聚会时间是在明年的1月12号。那我们在明年的1月21号要召开2024年的定期和会，那就是请各个事工团队能够编写2023年的事工报告，还有决算，还有2024年的事工计划，还有预算。那在12月20号以前，以电子档交给我们的玉山干事。在我们今年度的幸福小组已经接近尾声了，那祈求就是各位兄姐能够继续为我们明年度的幸福小组这件事情来做代祷。那我财务组这边有一件事要补充报告，就是我们在奉献明细这边有
感恩奉献有一笔新字号055，有一位兄姐她奉献的金额是6000元，那她在11月26号也奉献给彩虹爱家，金额是5000元。那因为055这个号码是她写在我们的奉献袋上因为055这个号码其实是有一位会友的号码，所以我们请就是奉献这笔金额的兄姐可以跟我们干事联络，或者是来我们财务组，就是让我们能够登记，就是说是哪位兄姐做奉献这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今嘛咱来用祝福册签的诗，信息45首，吟诗刷请牧师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上帝的真多超过咱一切所求所想，就是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伫教会甲伫主耶稣基督，荣光归伫伊到万世，代代无衰。阿门。